哥，你怎么这么晚才回来啊？子龙，子龙，你没有死啊！让我看看，真的是你吗？当然是我。我们都以为你死了呢，子龙。子龙，子龙，连城，你知道我们这个月怎么过的吗？你可把我们害惨了，大家都以为……哎，你看，我什么事都没有，好好的。回来了就好，没受伤就好。你回来了就好。放心吧。哎，以后咱们3个再也不分开了。青衣，你真的没事吗？有没有什么地方不舒服啊？要不要给你找个大夫检查一下？不用，我真的没事。这1个月，我虽然受困谷底，过着与世隔绝、蛮荒般的生活，但还好有子龙陪伴照顾，你不用担心了。小姐，这话是不该我讲，但是如果老爷逼问起，我该知道如何回答才是啊。你问吧。老爷一定会问我，孤男寡女共处绝境1个月，赵子龙那小子还对你一直老实本分吧？我就知道你会问这个。子龙是个忠厚朴实的人，他定然会尽心尽力照顾青衣，绝不会有其他非分行为的，是吧？赵子龙他翩翩君子，遵守分际，该敬佩才是。好了，我有点累，先回去歇息了。好啊，快去吧。小姐，嗯，我们什么时候回家看老爷啊？老爷想小姐想的已经望眼欲穿了，我已经派人快马给老爷送信去了。耿纯，我不是都已经答应你回家了吗？你为何还要步步紧逼？你就不能再还我2天吗？青衣，你就放心的在这儿住下吧。夏侯叔叔不会再逼你的，因为我已经把信使拦下了。高将军，你怎么能这样？高泽，你为什么要对我这么好？啊，我都快要感动的不知所措了。姑且不提结婚的事情，就单纯说咱俩小时候一起玩耍，一起长大，是关系亲密的发小。只要你每天高高兴兴，我就自然会高兴。如果你每天都这样愁眉苦脸，难道我还能开心的起来吗？我现在是你名义上的未婚夫，只要我不说什么，别人也不会说3道4的。青衣啊，按照你的心意，放心大胆的做你愿意做的事情。知道了，这才是我的好发小、好伙伴。唉，当人家未来女婿当成这样，还真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呀。当然了，窈窕淑女，君子好逑嘛。青衣，我毫不反对你跟子龙交往，但我也不会放弃对你的追求。我更愿意和子龙一起竞争，看看是谁能最终赢得你的芳心。我有绝对的信心和耐心，等着你回到我的身边。多吃点。你呀，也不用急于去报平安，或许他们还没回来呢。难道师叔他又去他们老家找月异百战术的下策了？那倒没有。这段日子你毫无消息，师叔他就郁郁寡欢，借酒消愁。
你也知道，他将他毕生的心血都寄托在你身上了。这件事情一出，他的心情，咱也能理解。所以，周大哥和飞燕看师叔心里憋得慌，就陪他出去散心去了。子龙，以后啊，你可得多保重。你看看这次，虽然说你只消失了1个月，可是所有人都急死了。你想一想，万一你有什么事儿，你让我们怎么活呀？喝点汤吧。小姐，这已经是你叹的第3口气了。在我记忆当中，你可从来没有如此惆怅过。石燕，你有所不知，是不是因为赵子龙？小姐，我从小和你一块儿长大，你的一颦一喜、一皱眉、一撅嘴，我可都明白其中的意思。刚才耿纯问到你和赵子龙在谷底的事情，我见你脸红低头，一定是回答的有所隐藏。小姐，你以前有心事可全都是石燕与你分担，你如此犹豫，莫非是你跟赵子龙我已经爱上赵子龙了。其实这都猜得到的。或许这就是缘分吧。小姐与赵公子情投意合，我真的很高兴。况且赵公子的德与行都堪与小姐匹配。但是事情发展至此，你该如何回应高泽和老爷这边啊，小姐？至今为止，我还没想好应该怎么应对我爹那边，所以这才叹气啊。子龙，我到底该怎么办？既然是误会，那好，咱们这就调转码头回绝命谷去，真正做一对世外的神仙眷侣，如何？这，我逗你的，毕竟再怎么相爱的恋人也不可能朝朝暮暮，人还是很难能做到离群所居的。父母、兄长、朋友都是牵挂，又怎能独自逍遥呢？其实呢，我早已决定，无论在哪，天外之地也好，纷乱的城市也好，不管怎么样，我都要和你在一起，白头到老。龙行天下，轻易似雨。一大早把你约到这里，是担心县衙里有山贼的内应。
山贼那边又有动静了。我回城的途中，我碰到了城里边的细作。我还知道他们近日内就会大举攻城。什么？你确定？消息可靠？肯定没有错。上一次咱们和他交手的时候，他们的兵力远远超乎我的想象。我本以为他们的兵马不足1000人，但其实至少有2、3千。就是以咱们城里所有的兵力，也远远不够对抗他们这帮山贼。你说的没错，山贼人数众多，且还颇为狡猾。高大人，那您是不是应该向常山郡守求助呢？自从上次攻打虎牙山失败之后，我就已经向夏侯杰请兵了，望他调些兵士过来荡平虎牙山。可是，怎么了？子龙，你不是外人，我向你透露些军情。诸侯联军讨伐董卓失败之后，这些诸侯们迅速扩张势力，争夺地盘。幽州太守公孙瓒、渤海郡守袁绍都在觊觎着冀州这块地方。他们马上就要对冀州牧韩馥下手了。这帮诸侯只有私心，对董卓束手无策，内斗倒是厉害。是啊，常山郡守夏侯杰夹在中间，简直左右为难。如果稍有不慎，就会招来灭顶之灾。所以说，夏侯杰现在不敢调动兵士，生怕只要兵马稍有调动，就会留给其他诸侯攻击常山郡的机会。所以呢，咱们真定县现在指不上夏侯杰了。如何对付山贼，只能我们自己想办法了。单单依靠官府的力量，远远不够。或许我们可以向乡亲们求助，让他们一块帮我们。你是想集结民力？可集结民力是把双刃剑，万一控制不好，他们直接造反了，那我们岂不是……为了对付他们，唯有一事啊！让我想想。大哥，咱们派出去的人都死了。什么？都死了？嗯，咱们派出去的细作被发现，都死在树林里。真他娘的可恶！哦，东城的计划已经泄露了。大哥，那我们现在该如何是好？看来得加快动作，提前出兵才行。二弟，兵器和粮草都准备好了吗？正在筹备，应该很快就会筹好了。现在恐怕也没别的好办法了。好吧，我同意集结民力。好啊。不过，如果集结民力的话，是柄双刃剑。我毕竟是一县之令，没有太大的回旋余地。这样吧，子龙啊，这件事情由你来出头吧。我？子龙，我相信你的能力，况且你本来就是真定县的子民，关系到百姓生死存亡，你责无旁贷啊。
子龙一定不负众望。小姐，快起来吧！今天天气可好了，可不能偷懒睡觉哦。小姐，快起来吧！小姐，小姐，小姐，去哪里了？小姐，小姐，有没有看到我家小姐？啊，没有。石夜，你哭什么？小姐她又不见了。什么？又不见了？往纷纷乱的时代，刀光剑影，怎么去看开？龙行天下，呀，就青衣随。炊烟，随着风被吹远，忍着再痛的伤口。蓦然回首，往事在翻涌，英雄也寂寞是难以被折磨，还是不想看破。让我继续漂泊，勇敢的渐行渐远。悲欢离合，一切之间会怎样？被成全，谁能够终爱了却？爱你很多些心，我要暂时回家了，只能跟你分离一段日子。乡亲们，乡亲们，听我说两句。乡亲们，咱们常山真地马上就要面临一个最严峻的考验。虎牙山的山贼正在密谋大举侵略，他们正筹划一个大阴谋。目前本县兵力薄弱，单单依靠官府，恐怕抵御不了山贼。作为常山的子民，我们要团结一致，共同保卫我们的家乡。怎么保卫啊？怎么保卫家乡？对啊，你加入我的队伍，一起抵御外敌。志士们，请在联名书上签上你们的名字。我们怎么相信你啊？谁知道你说的什么真啊？真是！你们还是不相信我吗？我说的每一句都是真话。说到底，这都是人家官府的事，关我们百姓什么事啊？是不是啊？没关系。我们作为真地子民，难道不应该出一份力吗？哎呀！乡亲们，你们听我说，乡亲们，姓头的，回家了，回家了。其一，
青衣，青衣，你怎么了？我怎么了？我不想打扰你做你的大英雄，有什么问题吗？哎，我哪里得罪你了？你真想知道？当然了，你是我的青衣啊。我是你的青衣？那怎么？我觉得你一直拿我当外人呢。我怎么可能把你当外人？你为什么这么说？那我问你，昨天下午，你为什么要赶着让我自行回县衙？我现在知道了，你昨天在这儿发现了山贼，所以赶紧让我走，以免耽误你的行动，是不是？还敢大言不惭，说当我是自己人。我是怕你有危险。那好啊，你从此以后离我远一些，以免把我卷进了危险是非。青衣，昨天的事，我向你道歉。可是说真的，对于真定而言，你毕竟只是一个过客，没有必要冒险。子龙，难道你我之前的互许终身，都是狂口空谈不作数的吗？难道我对你而言是只能同甘不能共苦的女人吗？听你这么说，我真的感到很难过。只能说你对我太不了解了。今天，我在这里郑重的告诉你，我夏侯青衣绝非常山真定的过客，因为我的心上人是真定人，我便是真定人。青衣，正是因为我是真定人，抵御敌寇，保卫家园，我夏侯青衣责无旁贷，所以我对家乡尽忠这份责任，你无权剥夺。青衣，是你改变了我，让我更加勇敢，更懂得追求我心中所想。那你说说看，此时此刻你的心中想要什么？龙行天下，青衣随。这答案是你给我的。行，我只能说你又一次征服了我。先前你犯的错，我想不原谅都难。怎么了？你们来干什么？我们听说你在号召打山贼，我们可以参加吗？是让我青衣，你们别捣乱了，快回家吧。青衣，爹，走了一路了，大家真好啊！啊，爹，你走了一路了，也累了吧？快进屋歇着吧。有。走了没几天啊，家里竟然落了这么多叶子。
师叔，师叔，是他们，是他们吗？子龙、青衣，真的是你们？是啊，真是我们。我们也是来碰碰运气，没想到你跟师叔也回来了。天哪，你们回来真的太好了，像做梦一样，对吗？不是真的，你们就这样完完整整的回来，平平安安的回来了。爹，子龙他们回来了。子龙，师叔，师叔，子龙不孝，让师叔担心了。你总算回来了，到底发生什么事了？说来话长，等一下和师叔痛饮几杯，一件一件告诉师叔。是啊，庆祝重生是该喝上几杯才对。那我去买酒。哦，那我陪飞燕去，让李叔跟子龙单独聚聚。我们姐妹俩也说些私话。走吧。来，走。真没想到，那条谷底竟然藏有一条通道，和外界相通。是啊，我们两个被那匹白马带入湖底的时候，也是大吃一惊，吓了一跳呢。对了，你等我一下，我去一趟衙门。你去衙门干嘛？那里有上等的好酒，我回去取一下。哦，好吧，那我在东街等你。嗯。那湖水的深处，竟然有一条通道，和外边的映月湖相连。师叔，您说这难道不是巧夺天工，妙不可喻吗？真是妙不可喻啊，子龙啊，各种难以想象的奇遇都加在你身上，你将来后福无穷啊！飞燕。酒取回来了。哎，你刚刚说那湖水极深，没想到你的水性这么好啊。没有，其实啊，到了湖底我就已经憋不住气了。那你当时怎么能……幸亏子龙水性极佳，最后关头是他朝我渡气。啊，那你们就……啊，对不起啊，我问多了。我们走吧。上次我从我师父老家回来的时候，你已经被困在虎牙山了，咱们也没有机会细聊。那卷月异百战书下册没有找到，但却发现了另一个很重要的东西，于是我把它带回来了。什么东西？不忙看。我先把这件事情追根溯源的给你讲讲。我师父姓岳名渊，咱们常山郡灵寿县人，是战国名将乐毅的第15世孙。他武功很高，但却性格怪癖，正是拜在他门下的只有我和你弟。后来我们两个到御林军任职，在洛阳时，听说师父又收了一个小徒弟。没过多久，师父跟那卷月异百战书下册就人间消失了。当然，同时消失的还有那个小徒弟。难道说，这个小徒弟跟师爷2个人一块遭遇了不测？
当时我跟你爹也是这么想，不过直到25年后，我才发现他根本没有死，当年只不过是改了个名字而已。这么说来，这个小徒弟有很大的嫌疑。那师叔可曾找过他？一听到消息，我就去找他，但他却矢口否认是那个小徒弟，说自己从来不曾到过常山郡。冲动之下，我跟他动起手来，没料到他武功竟远超于我，并且连施辣手，差点使我难以脱身。这足以证明他心里有鬼。这么说来，他的嫌疑非常大。不仅如此，在你师爷失踪的地方，我仔细勘察了2天，那里充满流沙漩涡。或许当初你师爷掉进了流沙，也未尝可知。更令人意外的是，我在那里捡到了一个破烂不堪的面罩。面罩？青衣啊，依我今天所见，你和子龙来我家时，感觉更加亲密了呢。如你所见，我与子龙被困于绝命谷底，相依为命。子龙对我照顾有加，自然已经成为我最重要的男人了。啊，你的意思是？我的意思是，你和子龙该不会已经……可能这个话题过于敏感，你可以不回答。飞燕，你在说什么呀？千万别多想。对不起啊。那我们回家吧。飞燕，你我这么好的姐妹，没什么好避讳的。其实我与子龙已经在谷底私定终身了。不说了，我们赶紧回家吧。果不其然，赵大哥还是与青衣姑娘在一起了。也就是说，当年谋害你师爷的和逼死你爹的人，几乎可以断定是同一个人，而且嫌疑最大的就是你师爷当年收的那个小徒弟。当年他谋害你师爷时戴着这个面罩，或许是因为明火执仗杀害恩师，多少会有一点不安。在逼死同门师兄时，他又戴着面罩，或许也是因为这仅存的一点良知。他是谁？他叫什么？爹，子龙，今天啊，你们可有口福了。下酒菜呢，买的常山上等的驴肉，而酒呢，是青衣从衙门带回来的。县衙取酒，你们能从县衙里取出什么好酒啊？这酒啊，是我们夏侯家的家将耿纯带来的杜康陈酿。夏侯家，青衣丫头啊，一直以来我都没有问过你的家事，现在不得不多问一句：你们夏侯家令尊大人，该不会是常山郡守夏侯杰吧？是，正是家父。
这你很吃惊吧？我当时听青衣姑娘说的时候也很吃惊呢，真没想到他爹竟然是我们常山郡的父母官。子龙啊，你怎么不早说啊？啊，您别怪子龙，是我不让他说的，我怕说的太早，你们该对我生分起来了。啊，如今我跟子龙在深谷中患难与共，而你们则是子龙最亲近的人，所以我不能再隐瞒了。李叔，你们再多说一会儿话，我给你们牵驴肉去。我也来帮忙。师叔，那个小徒弟，他到底是谁？他是……他关联到其他一些人，毕竟现在咱们仅仅是猜测，尚无真凭实据。我若说出他的姓名，似乎不妥。师叔，能有什么不妥？关联到谁啊？这样吧，子龙，咱们到后山坡上说话去。我再仔细问你一件事情，跟我来。爹，你要去哪儿？肉已经切好了。稍等，我和子龙还有一些事情。这样吧，飞燕，你帮我通知你周怀忠大哥，叫他过来一起喝酒。我爹今天怎么这么奇怪啊？平常只要美酒到了嘴边，就算天塌下来，他也得等喝完了再走。我想李叔一定是见子龙平安归来，喜出望外了，肯定有许多话要讲的。那你等一下，我去叫一下周大哥。子龙啊，怎么了，师叔？你和那一位，我的意思是，你们俩单独在谷中被困住，想必该不会已经超过普通朋友的关系了吧？我和青衣之间的事，并非三言两语能够道明。现如今，天时地利与人和，皆不占有。不过，请师叔宽心，待我和青衣之间有了进一步的结果，子龙一定如实禀报。哎呀，老天真是有些捉弄人呐！怎么就让你跟夏侯家的小姐走在一起啊？子龙，你可知道，夏侯青衣或许是你最不该相好的姑娘。师叔，何出此言？子龙啊，你如果认我这个师叔，就给我记住，你与夏侯青衣千千万万不可产生男女之间的情愫。师叔，我真不明白，我和青衣为什么不能在一块？别问了。总之，师叔奉劝你一句话，千万要与夏侯青衣保持距离。你也不想一想，你与夏侯青衣身份地位如此悬殊，简直可以说是天上地下。难不成你真的觉得你俩特别合适吗？师叔所言极是，和夏侯家的显贵门第相比，我子龙的确身份卑微。对了，师叔，关于饰演小徒弟的事儿，您怎么突然不说了？哎呀，我突然觉得不妥，毕竟没有真凭实据，妄自把一个罪名强加给一个人，实在有失公允。师叔，不要再说了，等我拿到证据之后再说吧。上天真会捉弄人，子龙现在跟青衣之间的关系如此亲密，就算我说出夏侯杰就是逼死他父母的凶手，子龙这会儿也不会相信，而且他们两个也不可能就此戛然而止。哎，拿不出凭据，根本无济于事，反倒在他们眼里，
我会成为卑鄙的小人。哎，我现在真的不便说，再另想其他办法吧。岂有此理！赵子龙他算个什么东西？县城的军事防守岂容他来插手？他组织乡勇就是造反。我知道你一直对子龙怀有成见，可事情总有轻重缓急。山贼此番行动志在必得，我们官府人数太少，如果没有其他力量支援，恐怕真定县此次就会沦陷，成为那贼子杜绝的地盘了。你想想看。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，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做？什么才是最重要的？当务之急是继续对子龙抱有成见，还是大家齐心协力保住真定县？堂堂官军居然倚仗乡勇民团，即使打了胜仗，传出去岂不让人笑掉大牙？我还是反对任用赵子龙如此胡闹。反对，反对！你就知道反对吗？你不早就希望赵子龙死吗？ 如果他组织乡勇，你就派他出去打头阵，借山贼之手杀了他。子龙啊！ 大敌当前，你不必责任，勇于担当，组织乡勇，保卫家乡，这是何等豪迈的事情啊！为何你眉头紧锁，微微叹气呢？巧妇难做无米之炊啊！他在街头招募兵勇，结果无人响应，这让他大受打击。哦，原来如此。 我身边倒有10几个生死与共、武功非常好的好兄弟，可助子龙慢慢的把队伍拉起来。可贼兵有2、3千人，过2天就要进攻了。师叔，周大哥，我如何能够在短短几日内拉起一个几百人的队伍？子龙啊！ 你身边守着一个天下无人能及的大智囊，这些问题，你何须问我们呢？智囊，李校尉说的没错，你身边的智囊要充分的利用好。难道是乐毅百战术？这个赵子龙，居然说自己能在区区几天之内组织起数百乡民，我可不信他有这个本事。我也不信。但他既然有这个决心，咱们就拭目以待吧。这个赵子龙，我一看他气就不打一处来。今天小姐又不知道去哪儿了，肯定又被这个赵子龙给拐跑了。你够了，话不要说那么难听。 到了。我们特意挑选了最远最绕的路走回来，还是这么快就走到了。咱们2个人将来在一块的时间还有很久呢，怕什么？我也不知道，最近变得患得患失的。青衣，你就放心吧，咱们2个人一定会在一起很久很久。赵子龙。 你想把我们家小姐拐到哪儿去？看我今天不打死你！
耿纯，住手！你听见了没有？你一个家将下人，越来越放肆了。我让你住手，你当成耳旁风吗？小姐，我……子龙，不必跟他计较，你走吧。好，你保重。耿纯，你怎么才肯不再找赵子龙的麻烦？只要小姐给出我具体回家的日期，我便可再容他几日。你我都已经在此待了数日，镇定百姓安居乐业的景象，我们都看在眼里。你又不是不知道，山贼马上就将大举进犯了，到时此刻的安宁将不复存在。想到这里，你就一点也不为所动吗？我实在无法理解。为什么你不肯支持我留下，帮助镇定百姓？你难道忍心看到他们受难而麻木不仁吗？就算我答应你，老爷那边又该如何交代？由我亲笔写封家书向我爹禀明，无需你担负责任，这总行了吧？好，我答应你，但你也要答应我，只要一击退山贼，马上同我回去，不许再找借口延迟。兄弟，兄弟，来报个名吧！报个名吧，兄弟！快，哎，这两位兄弟，装不矮，来为保卫家乡尽一份力量。保卫家乡好吗，兄弟？哎，兄弟，过来，报个名，保卫家乡。兄弟，月一百战术，我该如何运用才能招少兵呢？赵子龙依乐毅百战术所提示，和李全、周怀忠带着10几名义士筹集到一批粮食。他们早晨把粮食运进城中，晚上又悄悄地把粮食运出去。第二天早晨，他们改身装扮，把粮食再次运进城，如此周而复始。快！快跟上！他们天天都有很多粮食送进城来。是不是每天一大早，天色不亮的时候进城？大人说的分毫不差，情况确实如此。好吧，既然他要演戏，那我就配合一下。你带几个兵士过去，给他们送些东西。诺。大家写上你们的名字吧。要参军的话，共同保卫咱们真定县，每个人出一份力量。哎，走吧，走。没浪费时间啊！哎，你看，官兵子龙来了，是他们拿的什么东西啊？哎呀，他们怎么来了？你们粮食充足，兵勇招募的很快。高县令怕你们将来没办法做饭，特命我送来几口黑锅。
高县令想的比较周到。好，这2车锅我收了。高县令还特别交代，这些黑锅你不但要全数收下，而且还要一一背下来，务必亲力亲为才行。好，你可以回去禀报了。他们每天都往城里运粮食，7、8天了没有断过，这有吃有喝的。如果我们加入，定能吃饱，而且能保家。何止能吃得饱，这么多军粮都能把你撑死。他们每天送粮食人都不一样，应该已经招了很多人了。这次县令派人过来送铁锅，这事一定假不了。肯定假不了，铁面侠怎么能假呢？那我们加入吧。对呀，报名吧，走走，报名。让我来谢高县令的黑锅。高泽也就跟你开个玩笑，你还真背啊？背一背也无妨。自古以来，雪中送炭难，锦上添花易。只要向老百姓证明我们手上有粮有兵，这样反而更容易招募到人。兵不厌诈，他们天天运粮进城，深夜又悄悄地出城。第2天早上，这些人换一身装扮，又押着军粮进城。一连数天这么做，会给真定县百姓造成假象，以为他们人多粮多，实则不然。他们简直太狡猾了。这个赵子龙真是越来越有心计了。在《乐毅百战术》上册中，有一部叫诈术，他说的是战场上的诈术，迷惑的是敌人。而这次子龙活学活用，不得已也迷惑了一回县城的百姓啊！我就这几锭金子是我在泗水关时董卓所赐，算是我的私人家财，大家都有，现赐给子龙兄弟，全当军费，可以维持一些时日。你为什么要这么帮他？作为县令，我确实不便帮他；作为情敌，我更是不该帮他。但是如果我真的不去帮他的话，子龙得走许多弯路，而你必会陪他四处筹款，到处的化缘，不断遭受别人的白眼，甚至还会遭受许多的挫折。你这个娇贵的小姐会伤心抹泪，我可不希望看到这样的景象，我心里会很难受的。都已经这么多年了，你为什么还这么在意我的感受？刚说了，我最怕你伤心难过，我求求你别再抹泪了。我可是怕了，你可不知道，这些都成了我小时候的心理阴影了。只要你一哭，我就会挨打挨骂，而且我还得赔上省吃俭用大半个月才攒下来的蜜糕和胡麻酥饼。你这么一哭啊，可把我坑死了呢。我就是要坑你，怎么了？啊！哼！啊！哼！停！怎么举枪的手软趴趴的？举起来！再来！来，把这个菜切一下。青叶，你盛这么多菜，一定是给子龙的吧？我一直想抽空给他送去，可大家这么忙，脱不开身。没事，你去吧，这不是还有我吗？那太好了，谢谢你，飞燕。那我去就回。
把这个放进去。青叶，你怎么又盛一碗啊？你对我这么好，我怎么能忽略你的柳肾呢？你看，一模一样多的饭菜，省得你说我偏心。防御不能完全仰仗官府的兵将，我们得从诗书挑选和训练的兵员中挑出精锐之士，驻防于此。我说赵夫子，我真没想到你不光满脑子经史子集，而且连兵法都如此精通，我真的是很佩服你啊！不敢。两位大将军，吃饭啦！青衣姑娘，飞燕姑娘怎么没有来啊？哦，飞燕忙得脱不开身，你一会儿去看看她吧。多吃点啊。好香啊！来。子龙啊，你可知道青衣之父夏侯杰，不但是逼死你爹娘的凶手，也是害死你师爷的凶手。晴儿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我这不是想着过来看看你吗？没想到，这都……子龙，刚才看你提枪出来，怕你练得太辛苦了，专程做这些饼来看你，没想到落了一地。要不然你别吃了，我再给你。可以的，没关系。好吃吗？好吃。早知道你喜欢吃，我就多做一点了。其实够了。说真的，我并不是很饿，只是不想辜负你的好意。赵子龙什么时候变得这么温柔体贴啦？啊？算了，这种体贴不要也罢。哎，对了，晴儿，你可以帮我包几个粽子吗？粽子？你想吃粽子啊？我要重返绝命谷，因为要渡水嘛，带粽子方便一些。重返绝命谷？为什么呀？刚才我耍那套枪法是从谷底洞穴里学过来的。
刚才我演练的时候，遇到了未能突破的瓶颈，所以我想回去再比照比照。好吧，可是从小到大，我的粽子包成什么样，你也不是不知道。要不然我回去问问飞燕，或者是青妮，看他们包的好不好。好，你也吃点。你多吃点。